嚟到星期六人生字典嘅時間啦，有我 Doctor Lester，有我哋今日嘅客屬主持，係啊，我係 Chris 張美雄係社區議員。係同埋我哋今日咧好開心邀請到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孫偉勇先生嘅，Kelvin 好歡迎啊，多謝多謝，歡迎係啦，我哋今日一齊咧喺度咧傾下偈啊，發放啲正能量嘅，係啦，我聽講咧孫偉勇先生咧係孫中山兄長孫眉嘅玄孫喎。玄孫頭先我哋都傾過，係即係去到第五代，第五代係啦，第五代咁啊，其實都作為孫中山家族嘅後人啦。其實呢個身份有冇啲對嚟講一啲意義或者責任咁樣嘅？即係我成日覺得會唔會係標籤咗啊，或者係要求你做啲乜嘢咁樣咧？其實又真係又冇嘅。咁講真，我哋自細，我爸爸咧就喺外國做嘢啦。咁就70年代初就翻嚟香港，佢都係香港長大嘅。咁不過出咗去做嘢，翻嚟，咁佢翻嚟冇耐咧，我係出世啦。咁變咗我係真係喺香港土生土長，土生土長係啦，土生土長，幼稚園讀完中學，先至出外留學。咁不嬲咧，都知道有呢一個家族嘅姓名嘅。咁不過咧，我爸爸又冇話好多嘅叮囑俾我哋。咁咪都係照常翻學啦，照常考學校，壓力你冇。咁反而咧喺學校咧，我亦都更加冇，因為我讀中學、小學咧，我都冇話俾人聽我係邊個。因為點解咧？身邊啲朋友未必知嘅。最近即係有啲可能上堂咧，老師講歷史嘅時候，呢個其實係我咁我出聲，我唔出聲，係啦，咁唔出聲點樣講？唔出聲咗17、8年，咁所以咧冇乜人知，真係直至到我最近2-3年前撞翻個中學同學，佢先知，因為佢知道我參加第7屆立法會選舉，咁嗰陣時知啦，係啦，咁我要講出嚟啦。咁所以其實真係冇乜人知嘅，所以其實冇人知又好難標籤你喎，好難標籤，冇錯啦，係啦。咁所以你話冇壓力係冇嘅，咁不過咧作為家族嘅後人啦，咁始終咧嗰個始終嗰個有個責任，我覺得就係首先咧你要傳承好家族呢一個名字，咁其實最簡單你。真係唔好做錯事先啦，因為你做錯事就唔係影響孫偉勇一個人，你就會有人哋會即刻聯想到你家族，咁所以最簡單嘅就係唔好做錯事。第二樣嘢，你每一個家族嘅成員呢，其實都有自己頭上一片天，咁點樣喺自己有嘅呢一個資源底下去貢獻社會？盡量將你自己嘅本能、自己學到嘅嘢貢獻翻社會，我覺得就係差唔多噶啦。明白。咁你話係咪需要做啲轟天動地嘅嘢咧？我又覺得冇咁嘅需要嘅。所以其實一開始嘅時候咧，唔係話冇壓力嘅，其實可能只係因為好好咁隱藏咗咧，所以咧就未出嚟嘅嚇。到大家知道嘅時候，其實嗰個目光都會集中咗，可能有啲嘅期望啊，或者係要求喺你身上嘅。我反而咧又好好奇去問一樣嘢，你知好多地方都有啲我哋叫做孫中山啲紀念嘅一啲地方，跟住嗱即係西環都有個公園啦，係咪？其他地方即係都有啲孫中山紀念嘅堂啊，或者一啲雕像啊。其實作為後人咧，其實對嗰啲地方有冇啲需要係定時過去啊，或者係有冇啲關聯嘅咧？其實都冇乜所謂嘅，去唔去都得嘅咁樣。其實我哋睇到香港，我哋有孫中山紀念館啦，有中山公園啦，大家知道屯門有紅樓啦，史蹟徑啦。咁其實中山先生喺香港好多年，佢求學係，雖然佢唔喺呢度出世咧，咁香港好多紀念佢嘅地方，不特止其實喺大中華地區，甚至全世界好多城市咧都有紀念孫中山，中山路啦，咁美國都有唔少嘅中山公園嘅，喺夏威夷。咁其實呢一個帶出一個咩咧？就係佢係少數我哋近代歷史人物係能夠受到全世界華人華僑嘅尊重嘅。咁所以呢個咧，正係咧，我哋應該係睇佢有咩
呢一生人為國家嘅付出。咁變咗咧，雖然嚟到我哋都第五代，佢出世。出年我哋慶祝佢誕辰160都好耐啦嚇，咁隔咗咁多年，點解我哋仲要紀念佢咧？就係正正 Lester 你講嘅，就係我哋應該將佢啲正能量咧，歷史事蹟大家都知啦。問題係佢啲歷史事蹟當中有咩正能量，我哋可以發放俾個社會嘅。我哋希望咧能夠透過呢啲咁嘅古蹟啊，或者紀念嘅地方咧，去宣揚正能量。係你有冇自己真係去過？即係去到嗰個位嘅時候有咩感覺？好想其實即係呢個就係紀念我。其實都好欣慰啦。例如我哋人大前年我哋去咗甘肅，咁啊去到蘭州，咁啊蘭州當地嘅官員話，其實我哋呢度咧都有中山路。其實我都唔知嘅，因為真係太多，太多，竟然去到甘肅嘅蘭州都有，咁你話台北市啊，或者係美國嘅嗰個夏威夷啊、太陽山啊都有，咁唔出奇啦，因為歷史書都有寫。冇錯，青島都有中山路。係啊，好多佢哋整呢個時候其實係唔需要你 approve 㗎嘛。冇，佢純粹係一個紀念啫。咁呢個紀念係好好嘅，因為人哋細路仔會問點解紀念佢咧？咁變咗呢樣嘢就係幾好嘅。咁而家其實你哋即係都好家族都好得5代咧，有冇話其實係分散喺大家喺邊個地方？好似美國啊、中國周圍都有。係，其實大部分喺美國。係啊，因為中山先生同佢哥哥佢哋，你知因為佢哥哥都係早年去謀生嘛，佢喺夏威夷、檀香山，咁變咗佢我嘅曾祖父、我爺爺咧都係喺嗰邊出世嘅，因為嗰陣時候有戰亂啦，有剩啦，咁變咗我哋有啲親戚佢冇翻嚟呢邊，咁變咗我哋其實真係華僑嚟，真係華僑翻嚟啊！咁呢個無需隱瞞啦，歷史寫得好清楚。咁我爸爸因緣際會，其實佢都冇原先都喺美國求學，係一個咁偶然嘅機會翻嚟。咁先至結婚，先至生咗我同我細佬。咁變咗係我哋喺呢邊嘅人員唔多嘅，咁所以大部分喺美國。咁除咗你叫做參選下即係呢個立法會啦，咁有冇其他家族成員咧都係即係秉承先生孫先生嘅即係兒子都係做翻政治啲呢方面相關嘅工作嘅咧？少啊，據我所知，外國嘅親戚冇啦。呢邊其實都冇乜嘅。除咗我就嗰陣時就參加第7屆立法會，咁跟住又3年前選人大之外咧，比較少係參與政治呢方面。明白。即係其他可能自己唔同工作咁樣。係啊，各個家族成員都有自己唔同工作啦，有啲喺 IT 啊，有啲喺服務行業啊咁樣。咁我當初參選都係希望，好似 Lester 講，發放正能量。呢個非常好。發放正能量，希望將正能量帶俾我哋新一代嘅年輕人。呢個好啊！我哋可以下一節再傾下呢個點樣發放正能量先。